1885年，有投資者直接接觸 Tesla， 希望佢開發一個新嘅電弧燈照明系統，並提議係 Rollway 成立公司去運作，而佢哋會以合夥人身份投放資金落呢間 Tesla Electric Light Company 身上。對 Tesla 來說，這是一個機會。雖然對直流電系統研發沒有興趣，但成立公司上了軌道後，便能專心研發自己所想做嘅交流電系統。於是便應承了這個協定，為將來全程投入去研究改良。過了短短幾個月，已經研發出一個獨特嘅弧光燈，造型精細，極具美感，而且效率十分之高。獲得了專利後，更認為終於能過上自己想要過嘅生活。但可惜的是，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利欲熏心。Tesla 再次受騙，公司上嘅一切被巧立名目去將資產完全轉移，令 Tesla 所持有的股票變成廢紙。被變賣後已經資不抵債，被迫離開這間由佢創立嘅公司。Tesla 再一次在商場上被嚴重嘅打擊，更重要的是被迫欠下債務。1886年 ，Tesla 再次被佢信任嘅人出賣，由公司股東被迫變成工人，做挖地下渠，當苦工去償還債務，每日只能得到$2嘅工資。由此對自己作出質疑，所得到嘅教育是否合乎價值？